最近国民党的立委按什么提案来修正东山条例，要避免救国团的资产充公。救国团是强调讲，因本地是国防部管的单位，后来变作是社团法人，毋是虾米国民党的附属组织。嘛望讲政府就爱善待为国家公益付出的人民团体。就被响烂，各种无共类型的野队宣传活动也开始啊，被抢光响烂的野队联盟党旗。甚至还有费用无到1000块的学生野队，会当参加1天到3天的各种课程。像我们南洋文艺营，其实我们是跟县政府那边有做合作，那就是它其实是有部分的去减免，费用相对低的话，就是大家会比较接受度比较高，也会愿意去尝试看看一些平常没有尝试过的营队。国小生1到6年级，他们都可以去参加比较轻松、比较生态系列的。救国团伫今年响烂，造出生态、山野、志愿服务等8大类3000外体做野队活动，估计会当吸引56000外人次参加。但是外界即马更较关心的是，国民党立委提案要修正东山条例，增订附属组织的但书，而且追溯既往，要为救国团改图。当时我们隶属国防部，救国团成立的时候就是政府组织，政府组织怎么会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？党产会查我们的财产。也都说过，我们的财务非常的健全，而且他查过，我们没有1毛钱流向国民党，包括我们办活动的收入、捐助我们的捐款，那这些财产怎么会是不当党产呢？国民党团认为，甲救国团认定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，有真侪争议，希望朝野会当搁再讨论。民进党团是认为，提案想针对个案，会违反社会公平性甲法律安定性。但是救国团强调，身为一个跨党派公益组织，成立72年来，陪伴真侪青年成长，而且是无分党派，拢决定为公益伫咧努力。希望政府会当搁再想看卖咧，看安怎甲救国团和解共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